過唔過癮啊？過癮啊，過癮！好大啊！係好好玩呢。今晚要 po Facebook， 我哋響哈爾濱返嚟啦。交通湖 Yankee 山象灣落地返回。交通湖 Yankee 山象灣可以落地返回。可以落地返回，交通湖 Yankee。都有出襟翼。燈真亮。轉彎，燈好的是吧？好的，燈亮了。而家我哋就係好似成日嗰架港珠澳大橋嗰架飛機咁啊，轉彎轉後最後一個彎進入跑道範圍啦。而家已經收咗油噶啦，射緊落去噶啦。不過大飛機要飛射半個鐘頭，我哋射幾分鐘就到啦。速度120。打样了，看过进机库还是从外面？好啊，進入呢個4轉彎啦。哎，這個時候啊，呢個4轉彎一轉埋呢個彎呢，就睇住個跑道啦。見唔見到跑道啊？前面正中跑道，一對正條跑道啦，45度襟翼。我見唔到。前邊啊，一對到正個跑道咯，睇唔睇到？而家啲風咧喺嗰邊吹緊過嚟啊！哦，好遠嗰度。係啊，唔係好遠啊，就前邊啫嘛。嗰度咯。多田啊！有啲窿下窿下喎。係啊，因為而家慢啊嘛。好啲，體驗好啲，保持住。睇到有啲塞塞地喎。呢個降落收小油門啦。最考功夫嘅就係呢度啦。你看好地面，拉桿柔和。收晒油啦而家。很好啊，姿勢很好。本不要晃。降落。柔和。好的，保持方向，柔和剎車。好啦，落咗地啦。鄭總飛得不錯。好嘢，好嘢。飛機師啊！好的，南側山頭找一個位置關車就行了啊。好，收到。維持輔助滑出。滑出動4。20動4有冇維持？哦，耳仔塞啊！吞口水啊165講好，起飛。飛機炮手可以起飛。起飛有維持。好吧。好啦，嚟到呢度，登掣。